来看今仔台股盘中是起破4万点，创历史新高。也毋过收盘是无收掉4万点，以39616点收盘。台积电的股价今仔一开盘就起到2280块，今仔上悬嘛起到甲股票大号同款的2330块，最后是以2265块收盘。也毋过，即马大家是拢真烦恼，讲股市起遮尔悬哦，煞来讲有可能会崩盘咧。也毋过，专家是认为，咱台湾的产业基本面是真好，应该是无一款危机。27台北股市油门催泪，冲，一开盘就起要上千点，来到39858点，5分钟了后冲破4万点，破盘中上悬的纪录。安尼也袂煞，过来起到40194点，台积电嘛带头向前冲，开盘就随冲悬，起要上100点，上悬来到2330块。市场认为这个中东的危机油价的一个上涨，它是一个短期的现象。现在市场更关注 AI 的长线的一个趋势，市场资金怕错失了这个押注 AI 的一个机会。分析师讲，市场主要的资金拢压伫咧 AI 的产业，因为真侪间美国的科技公司伫即礼拜要来公布财报，市场的资金早就拢入去咧等啊，佮加上台股主动式 ETF， 原底一间上市公司，敢若会当占 ETF 的10%。即马调悬到25%，互更较侪资金落去买台积电。毋过4月份台股已经起超过8000点，市场嘛烦恼。伫咧日本90年代初期的沙文坡经济，敢有可能会重演？台湾的股市敢会崩盘咧 ？YY 应该是成长7.5%到8%，出口跟外销数字是营收的先行指标，营收又是获利的先行指标。台币现在差不多31.4也没有出现比较大幅的波动，所以基本上它在整体的金融市场上来看，如果是要对标日本当时它可能以房地产这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上来看，它这种bubble吹的比较大。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是回归产业面。专家认为，目前台股的基本面还佫真侪无沙文坡危机的风险。若其他亚洲国家的股市嘛是继续向前冲。韩国股市盘中起要2%到6630点，日股上悬嘛冲到60652点，拢创新高。即马股市的内场是强滚，金管会嘛公布到2026年3月底，高资产的客户高达23206人，年增率高达71.97%，互台湾1万富翁的好家人愈来愈侪。记者综合报道。